Hello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今集呢條片，叻媽想同大家講一個其實唔止一個屋苑，而係成個香港都好值得關注嘅問題，就係管理費。最近錦柏苑嘅管理費招標結果出咗之後，好多街坊都私信叻媽，問點解會咁貴，之後仲有冇機會減得返落嚟？其實叻媽想講呢件事，真係唔單止係錦柏苑自己嘅問題，亦唔止係新居屋先會遇到。只要係香港嘅住宅，無論係居屋、公屋，甚至其他屋苑，只要涉及管理費、招標同日後營運，背後其實都係同一套邏輯。所以今集叻媽會由錦柏苑講起，再一路拆落去，講清楚點解會咁貴，點解之後好難減。如果各位街坊都關心管理費、屋苑營運、居屋入伙呢啲問題，記得掃畫面個 QR code 加入叻媽 WhatsApp 群組，入面有好多同路人一齊研究、一齊交流，大家可以互相提點，亦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叻媽最新整理好嘅資訊。先同大家講返錦柏苑而家個背景，錦柏苑係近年嘅新居屋，而家仲未正式入伙，所以整個屋苑嘅管理費招標程序基本上都係由房委會主導。佢哋係跟翻政府採購程序去做，公開招標、評審標書，再決定由邊間公司中標。換句話講，由程序上睇，佢未必有乜問題，因為全部都係照章做事。但問題就係、程序正確，唔代表個價一定合理。呢個位先至係好多街坊亦最想問清楚嘅地方。咁點解管理費會比大家預期中高咁多呢？其實背後大概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當然係通脹同人工上升，保安、清潔、維修人員呢幾年人工真係升咗，外判服務成本自然會跟住上升，呢樣大家都明。不過街坊最介意嘅位唔係升，而係升得太多，甚至多到令人覺得唔成比例。第二，新樓標準通常比舊屋苑高，新屋苑無論係設施、會所、綠化、清潔要求，甚至保養標準，通常都會寫得比舊屋苑細緻。標書入面要求高，投標公司自然會將呢啲成本反映落報價度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，就係市場定價。管理公司入標時，唔係單純計人工同成本咁簡單，佢哋會睇住屋苑規模、要求、地區、風險，同埋而家市場上同類屋苑大概去到咩價位，再報一個佢哋覺得有機會中標又有利可圖嘅數字。於是中標價一出，其實就已經成為咗呢個屋苑日後管理費嘅起點。問題就喺度，只要政府或者相關部門冇一套更深入、更有效嘅監察機制，而純粹停留喺程序有冇跟足呢個層面，咁每一次招標，啲公司都會繼續喺市場容許範圍之內預報預高。靚媽唔係話邊間公司犯法，亦唔係話個程序有黑箱，而係而家整個市場嘅加價幅度真係大到令人覺得有啲離地。尤其當大家拎翻其他現有屋苑去比較，就會更加覺得奇怪。同樣喺香港，同樣要請保安、做清潔、做維修，點解人哋做到一個價，我哋又會去到另一個價？呢個其實就引申出一個更大嘅問題，就係市場競爭到底夠唔夠？標價到底有冇被好好咁制衡？好多街坊最關心嘅，當然就係將來仲有冇得翻身。有觀眾問叻媽話2年後等業主立案法團或者業主大會有主導權之後，係咪可以換管理公司，順便將管理費減翻落嚟？呢個問題叻媽想老老實實咁答，理論上係有機會，但實際上難度真係非常高。點解？因為而家呢個價一旦定咗落嚟，就會變成日後所有招標嘅參考點。用簡單啲講法，即係而家呢個價就係個錨。之後其他公司入標時，佢哋唔會無端端開一個平好多嘅價，反而會睇住而家呢個數。再問大家一句，如果大家想平，咁係咪可以削減服務、減少保安、減少清潔次數、減少設施保養？如果街坊又想維持同樣服務水平，咁入標價其實就未必跌得落去喎。所以好多時，將來真係唔係話可唔可以揾到一間平好多嘅公司，而係喺差唔多價錢之下，揾一間服務做得更好、交代更清楚、管理更有效率嘅公司。聽到呢度，有啲街坊可能會覺得好灰，心諗咁咪即係冇得救？叻媽就想同大家講，絕對唔係。其實我哋唔係完全冇得做，只不過我哋唔好將希望放喺下次一定平好多呢件事上面，而係應該將力氣放喺一件真正可以改變結果嘅事上面，就係睇實本數簿。叻媽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，亦都係最實際嘅出路。因為講到尾，管理費加唔加，將來有冇機會減，關鍵唔係淨係睇中標價，而係睇成個管理基金最終有冇盈餘。只要管理基金長期有錢剩，管理費就有空間穩定，甚至有機會減。
相反，如果管理基金年年都唔夠使，甚至見紅，咁最後一定係加管理費。其實唔係叫大家做會計師，而係最少要建立一個基本習慣。第一就係每個月睇財務報表，管理公司通常都會有相關報表，入面會列出保安、清潔、維修、水電、行政費等等開支。大家未必要睇到好深入，但最少要知道大概邊啲項目用得多，邊啲數字忽然升咗。第二，如果見到一啲古怪數字，例如突然多咗一筆大額維修、顧問費、法律費或者其他唔係咁常見嘅支出，就一定要追問，要問點解要使呢筆錢，有冇報價，有冇其他選擇，係咪真係必要？第三就係千祈唔好麻木，唔好覺得反正都批咗，都係管理公司決定，因為每一筆批出去嘅錢，其實都係管理基金入面嘅錢，亦即係我哋居民自己最終要負擔嘅錢。第四就係要團結，單靠一個人睇，真係好容易睇漏。但如果成個屋苑有多啲街坊一齊睇、一齊問、一齊記錄，就會形成一個真正有效嘅監察力量。叻媽想同大家講得再白啲，我哋而家要追求嘅唔係幻想一夜之間將管理費劈半，而係要將焦點由平唔平轉去值唔值。如果管理公司收呢個價，但服務有交代，盤數清晰，使費合理，咁大家最少知道啲錢去咗邊。最怕就係管理費本身已經高，之後盤數仲鬆手，開支仲亂，使到管理基金一路流血。到時候街坊唔單止受貴價之苦，之後仲可能要再加。所以講到最後，靚媽想俾大家一個好清晰嘅方向。第一，由而家開始，每個月睇實本數簿。第二，見到有可疑開支就記低追問，要求交代。第三，到2年後，如果有業主大會或者更大主導權時，就拎住數據講說話，逐項審視過去嘅開支，睇下有邊啲地方可以優化，減少唔必要支出。第四，目標永遠唔係為鬧而鬧，而係令管理基金保持健康，最好有穩定盈餘，咁先至有機會為將來減管理費打好基礎。總括嚟講，錦柏苑嘅問題表面上係管理費太貴，但實際上反映嘅係整個香港新屋苑招標、管理同監察上面嘅結構性問題。個價一旦定咗之後，想大幅減價，其實真係好難。但係我哋唔係完全冇得做，我哋真正可以做，亦都最有效嘅就係睇實盤數，唔好亂批款，唔好對古怪開支視若無睹。只要成個屋苑多啲居民願意一齊做呢件事，管理基金有機會保持穩定，將來先至真係有條件爭取減管理費。如果各位街坊都關心管理費、屋苑營運、居屋入伙呢啲問題，記得掃畫面個 QR code，加入叻媽 WhatsApp 群組，入面有好多同路人一齊研究、一齊交流，大家可以互相提點，亦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叻媽最新整理好嘅資訊。如果覺得今集內容幫到大家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其他街坊朋友，尤其係同樣準備入伙或者而家正面對管理費問題嘅業主，大家留言區都可以講下自己屋苑而家個管理費情況，等更多人一齊睇清楚，一齊揾方法。講到尾，我哋嘅錢真係要我哋自己睇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